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思念你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夫人啊，咱会当莫阁接外伊啊，好无？点去！你若敢听，等下受苦的就是你。不，我无讲啥啊，我继续吼，继续。就算讲你将我害死，阮阿爹，伊嘛无可能甲写日子交予你，你都莫浪费心机啊！我一点仔都袂惊死，我相信天理，伊一定有报应。你这死查某鬼啊！要死啊，嘴阁遮尔硬，你真正毋知死无？哼！看是你的嘴较厉害，也是我的鞭较厉害。像，讲啊！你个嘴毋是足厉害，真好口舌。哼！你若阁讲，我就将你拍死，看你阁敢应喙钱。你安尼对付一个不好的查某囡仔，袂感觉你受残忍啊？这是将军的命令，我是奉命行事。你有啥物意见去找恁阿爹？你叫是我唔敢，掠准有阮阿爹互你做靠山，我就会惊你哦。实在想无呢，阮阿爹是介意你倒一点，会娶到你这种歹心的查某。你甲我顶去！我较安怎讲，我嘛是你的儿，是将军府的女主人。你安尼对我讲话，袂感觉会失去你大小姐的身份甲教育？哼！我无想要互将军歹做啦，今仔日无想要甲你计较。等下，阮阿爹有好做人无？你免烦恼。毋过人讲拍狗嘛爱看主人，确实是阮阿爹身躯边的一只狗，无得靠我会对伊较客气。啊，毋过若是外口遐个野猫、野狗，也是野查某，就无啥好客气安尼。你莫烦恼啊！照时间来算吼，差不多要倒转来啊。对啊，那也袂转来吼，在。公主倒来。阿爹，阿红，阿爹，阿红，我就是你的，你想让我们倒来看我，你是去倒位啊？阿爹嘛做心的，是阿爹无好照顾你。我家姐有后辈啊，阿二嫂，无啥物啦，恁爸仔囝会当团圆，足无简单的，真好啦。多谢。阿爹，阿姊互人掠去总督府啊！阿爹知影，多谢阿爹甲林公主有去看伊。好，阿爹对不起你。
竟然对不起你大姐。阿爹，你讲啥？阿爹，你讲啥？谁安怎？谁安怎啦？阿红，爹，你讲啥？谁安怎？你甲我讲。阿爹，你讲啥？谁安怎啦？阿爹。阿红，你阿姊真捌代志，伊知影你阿爹为着要救天下的苍生，所以伊牺牲伊家己啦。你讲啥？讲清楚！甲我讲啦！讲啥啊？甲我讲啊！讲啥？甲我讲！意思就是讲，你甲恁阿姊永远袂当见面啊啦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我要见到阿姐！阿姐，阿红，阿姐，你敢冷静好无？阿姐，你帮我找阿姐好不好？你赶紧抓得来啊！我阿姐啊，我阿姐，我帮你找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相信不是。爱心不改，将心比财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呦，小姐，你是咧想啥啦？哪会咧吐大气？我是咧想，唔知要安怎，才会当偷偷甲秀莲放走。哦，你较细声好无啊？你是惊人唔知影，我要偷偷甲秀莲放走，去甲门关起来。哦。歹势啦，小姐，啊，我著互你的话惊到啊。小姐，你真正要放走秀莲哦？是啊，安怎？敢讲你袂感觉秀莲足可怜哦？有啊有啊，伊真正足可怜的呢。而且我愈看你煞机是愈看愈讨厌，拢做一寡歹代志，佮影响阮阿爹。若无阮阿爹，较早才毋是即款人嘞。小姐，你讲了无毋对呢，我嘛有这种感觉啊。迄雪姬夫人吼，真正有够恐怖的啦。迄我逐遍吼，只要你看到伊吼，我背着地甲按，足惊吼一袂细机，啊我就得失到伊啊。啊，毋过小姐，你真正要放走秀莲哦？准若互老爷含雪姬夫人知影，一定会甲咱怪的啊。啊，你小姐呢？我敢若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到时阵老爷总也生气，无定会甲我安尼。好啊啦，有代志我会替你担啦。啊，毋过我好啊啦，即马我上烦恼的是，我还是想袂出有啥物办法，会当偷偷甲秀莲放走。小姐，咱叫秀莲啊，扮成迄个下骹手人，啊，假做你要叫伊出去办代志，安尼伊就出去啊。你是头壳有问题。秀莲即摆身体遮尔虚着，而且你掠准咱将军府内底护卫拢是痴迷哦，看袂出来是假哦。对哦，我所袂记哩，秀莲同折磨甲遮凄惨。连行路也袂当行吼，我唔管，非得哦，我就是无法度目睭记因看到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，去互雪姬折磨到死啊！不管安怎，我就是要救伊出去。李芳，我甲你讲，哦。
哎，我洗目睭都唔捌看过遮尔无良心的老爸，连位的查某囝拢唔管。我看你只好认命，后世人才淘汰去做别人的查某囝好啊。齐豪伟，大小姐有代志吼，叫你去一转。大小姐找我？有啥物代志？我哪会知啊？可能是要叫你出去办代志啦。你较紧去啦，较紧去啦！迄上班吼，你就知影伊迄脾气吼。好，我即摆就去。立刚。哈？人甲我顾好啊？好，我会甲你顾好，你放心。紧来放开。好。小姐，伊安尼上有够重呢。你是要创啥？你紧走啦！你想做要救我？莫忙啊啦，紧走就是啊，紧！我嘛知你是要安怎？你家己就管袂住啊，你拄烦恼啊，紧的啦，行！大姐，你是在创啥？大姐，伊是大将军的重要人员，你别当将伊放走。我就是要放伊走，你莫听我的话是无？大姐，假使你若将伊放走，若是去互大将军知影，一定会怪罪我。请大姐原谅，我实在袂当答应你。有代志我会负责。大姐，我卡这单代志，你也是甲大将军参详一下，啊若无，小可实在真为难。我爱安怎就安怎，该你教我是无？哼！行。大姐，大姐，你先创啥？小姐，你还紧走，还紧走！我逃走了。李斌，你安尼是创啥？启勇，当先个阿里。是。大姐，是的。阿爹，我才要问你是咧创啥？你哪会当安尼伤害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？你哪变到这样啊？阿爹的苦衷。妹妹，你搁细汉啊，有真侪代志哦，即马甲你讲袂清楚。等你阿爹完成大业了后，你就会知影，恁阿爹是安怎要安尼做啊。我敢有甲你讲话啊？你俩对你是啥啊？哦，我还阁想要变红红哦。回民，其实并不是阿弟啊想要虐待秀莲，迄是因为夏丽子伫阿二嫂的手中，所以我才将秀莲留在咱的府中。阿爹，我唔管你迄什么夏丽子是要创啊！啊，不过你哪会当为着一个夏丽子，甲人名当作是咱是交易遐尔简单？秀莲嘛是别人家的查某囝，将心比心嘛，若是换做别人安尼欺负我，你有啥物感想？回民，你想我阿弟啊，敢会遐尔用心是？你认为阿弟啊得到夏丽子是为了我家己吗？那无是为着啥物？其实阿弟啊嘛是真无奈啊。夏丽子伫阿弟啊管区内被夺，这有关系到朝廷甲台湾国的邦交甲稳定度，所以皇上下令叫我来限时交回，啊若无抄家灭族。皇上根本就是强人所难嘛。不得胡说。稳了形势，行不得不说。假使两国若真正是交战起来，必定会引起一场的山河变色、家破人亡。安尼阿弟啊，要哪对得起历代的祖先？要哪对得起天下的苍生呢？即马夏丽子叫林公主甲阿二嫂因提去，阿弟啊嘛唔知因提到底是要创啥物。假使因若是恶意，想要利用夏丽子来作恶，安尼是要安怎？阿爹，我总算是了解你的苦心啊。啊，不过抢走夏丽子的是阿二嫂，毋是秀莲。假使你若真正要甲秀莲留伫个将军府嘛会当，但是我不准恁阁接外伊啊。恁若真是要摕什么夏丽子啊，
你会当去找什么阿二师，甲林公主摕？哪个牵老无辜啊啦？好啦好啦好啦，阿弟啊答应你，莫搁接我手咧。慧敏，你已经成年咯。阿弟啊知影你是一个有自卑心、真捌代志的查某囡仔，安尼生我就真安慰啊。安尼就袂辜负我对你遮尔多年来栽培甲一片的苦心。是安怎世间的代志拢袂当圆满？啊，是安这天下间着遐济百姓受苦受难，来娘娘咧烦恼。陈丽，你有够浅的呢！你想看卖，若是无这病人，就无需要大夫啊；若是无这受苦的百姓，就无需要娘娘来甲因度化，来甲因解救啊！是啊，娘娘，即马上需要解救的人，就是秀莲啊啦。我当咧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看是要安怎甲秀莲救出来，嘛莫用雪姬利用舍利子来作恶。哎，娘娘，免舍利子啦，我想过啊，我去千里飞入来将军府，甲雪姬大将军抓起来，客肉掠，了破，秀莲带转来，安尼就好啊，对吧？sam，你真招吼，是会冲动啦。不如安尼啊，咱用法律吼，变一个假舍利子，摕去雪姬，第一会当救人，第二真正舍利子嘛要交伊啊，安尼娘娘好无？舍利子是真神圣的宝物，伊本身就有真特别的功能，亲像雪姬遐尼聪明的人，哪有可能骗？我今日颠倒害着秀莲。哦，久笑悲无尾。恁两个对我来。兄弟，有办法，有办法。我会讲下舍利子细汉啊，伊雪姬的功力应该是无法度破解。希望这一摆伊会当知难而退。咱两个已经是无共路的啦，因为你已经知影舍利子的秘密，所以将军下令要将你除掉。少轻荒芜，定如泰山。生死，我早就已经看破。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我会讲下舍利子细汉啊，伊雪姬的功力应该是无法度破解。希望这一摆伊会当知难而退。上苍有好生之德，人人有七问之心。雪姬到底要什么时阵才会改过自新，潜心向善？哎呦，娘娘，啊来做清官弄毒的妖女吼，遮尔卑鄙，死的字会当讲歹毒啊啦！唔对，这四个字无够，我看上的是冰刀啊啦！娘娘，阮常听人讲，有讲爱想，有做爱发啊。像这个妖女雪姬做这么多歹代志，娘娘，你就用法律甲修复就好啊。上天有作育的大德，恶起无自卑风范。咱好人爱度，歹人嘛爱度，这就是恁来学习慈悲喜舍的心量。甲舍利子摕去互阿二师，通我救因查某囝。是。已经过这么多天啊，阿二师
甘愿互因查某囝直接受苦，嘛唔肯将舍利子交出来。以我咧看，阿义西这款正直的个性，伊是无可能用舍利子来交换因查某囝。假使若是安尼，不如将秀莲放走，安尼嘛较袂去伤害到我甲慧敏的爸仔囝感情。绝对袂。你成功，就爱不得手段。你拄则讲，你惊因为舍利子破坏恁爸仔囝感情，天下父母心。每一个囡仔拢是父母的心头肉。假使秀莲伫咱的手头，我就唔相信阿姨使会目睭金金看因查某囝死。哼！将军，咱伫个遮稳稳啊等，即马爱着急的，应该是阿姨使才对。啊，毋过阿义西可能是心肝掠摊位，伊若唔将舍利子交出来，这一切敢拢是天意？敢讲我代理国服国已经无望啊？将军，你千万唔通失志。一个人是毋是会成功，是爱靠智慧甲拍拼，毋是靠命运。若是将军为着这点仔代志，就想袂开，安尼就无采我对将军的一片心意啊。雪姬，这么多年来，家在有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时时咧提醒我，时时咧鼓励我，咧安慰我。啊，若无我看我早就已经失去复国的信心甲意志啊！将军，你对我稳定如山，我会当留伫你身躯边，是我上大的福气啊！那安尼是既然无要放秀莲走，照你甲看起来，咱应该安怎处理秀莲较好？既然老秀莲无路用，咱就将因刣死。阿姨使要互咱艰苦，咱嘛互伊一世人遗憾。也毋过要刣死秀莲的代志是千万袂用让慧敏知影。这是当然，我即马就来证明。丁将军，阿姨使求见。伊是来要创啥？一定想要看因查某囝。甲伊讲，叫伊转。啊，毋过伊讲伊要摕舍利子来交我查某囝。舍利子？你来看，这便是真的还是假？先见面再搁讲。即摆若摕袂到舍利子，我就当伊的命，甲秀莲刣死。你还搁徛伫遐创啥？人带你来。丁将军，人带到。阿姨仔，我就唔相信你是一个无花无目屎的人。你也是唔甘看恁查某囝死，嘛是爱摕舍利子来换嘛？无毋对，我今日是专工摕舍利子来交换秀莲。雪姬，我甲舍利子交互你，你放秀莲走。顶摆已经互你骗一摆啊！你想，我即摆敢会相信？你若是毋相信，我会用相互你看卖。小等，我有一个条件，舍利子会用交互你，也毋过，你要保证阮安全离开将军府。当然，阮将军绝对袂食言，而且我嘛袂惊你变什么把戏，我嘛袂惊你走。叫徐勇将秀莲带出来。是。阿姨仔，你若较早摕来，恁查某囝就毋免受遮尔济苦，敢毋是咧？这是我个人的私事，免你管。大将军，人带来。秀莲。你要紧无？我无代志。
你来过来啊！是的，阿爹袂用去店放你伫遮，阿爹摕舍利子来交换你转去。白英的，阿条你袂当安尼做，你毋是讲过舍利子互因摕去，歹势伤苦，敢毋是？怎要叫一个人牺牲无要紧，不过你要为天下重新设想啊！是的，阿爹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，这就莫阁讲啊。人已经出来啊，启勇，将物件摕过来。阿爹，白英的。是的。雪姬，你甲看是真是假？摸唔着，真正的舍利子，咱紧摕着。舍利子已经交互恁啦，你敢会用照约束放阮走？恁两个当离开啊！出来，行。阿爹，行啦，行。将军，有这舍利子，咱后国就有希望。哎呀啦，这个姚女雪姬遮尔弄动，阿二婶那个舍利子摕互伊，敢会伊连秀莲甲阿二婶拢甲杀掉啦！哎呦，你莫烦恼，既然公主敢去阿姨才一个人，舍利子甲秀莲姑娘换倒倒来，表示无什么代志，你莫伫遐插着。我哪有可能无插着啦？你听到迄个声，哭，莫再哭啦！阿弥陀佛。但即嘛毋知啥物情形啦，雪姬遮尔弄毒，无得靠阿二婶甲我的秀莲，即马已经有危险啊啦！借问一下，当时的定啊？念你就听。阿弥陀佛。对，我安尼讲，我愈听愈有影呢。是搞雪姬，那个阿二婶甲秀莲讲，阿豪无人照顾。无老爸，佮无阿姊，哎呦，你讲对无？阿弥陀佛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想雪姬可能是一时迷失了心智，只要善加开导，我相信还佫有回头的机会。我袂讲，雪姬遮尔弄动呢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你无听人讲哦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无可能啦。对啦，无法度啦，若法度，天台就人好。对啊！公主啊，阿豪，你阿姐在哪里？阿姐，哥哥真转来啊！我老师讲我一世人，我都有看到你啊！公囡仔，阿姊毋是好好徛伫你的面头前，乖，无代志。多谢恁斗相共，若无秀莲恐惊无法度去着大家。秀莲，姑娘，弟弟，公主，拜托你遐救秀莲啦！雪姬啊，秀莲是安怎哦？我袂放你耍。对啦，毋但雪姬啊。所以甲熟悉人拢直接报应的，屁屁，是了哦，一定拿18层阿弥陀讲。公主讲啥物？每一个人本来拢是好人，我别讲，就雪姬就是一个大歹人，到底是啥物人，互你变安尼？
这款武功真歹练。我已经试几个届，总感觉总是有一种正道法门将舍利子封掉，无论我安怎施法，拢无法度破解，更加无法度吸取伊的性灵精华。这莫怪因遐简单就搞出舍利子，原来早已经动下手啊！往安树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定。无论我安怎施法，拢无法度破解，更加无法度吸取伊的性灵精华。这莫怪因遐简单就搞出舍利子，原来早就已经动下手啊！无毋对，伊一定伫咧舍利子顶头动下手。是动什么款的下手？敢有法度通破解？有办法啦！有啥物办法？顶头讲想要破解，需要虎门高精的血。高精的血教啊！我有熟悉几位国师，但是因拢住伫京城，莫讲因自命清高，唔肯来。准做因要来，嘛是过个月以后的代志。哼！遐食肥肥、假推推的高精，有啥物路用？我根本无看伫个眼。哦，敢讲你有搁较好的人选？无毋对，阮师兄段情，伊是上好的人选。段情师傅，我毋但爱伊的血，我搁爱伊替我效力。假使伊会当归顺将军门下，将军复国的日子就近啦。我敢应该入去找伊，伊敢会听我苦劝？袂用的，就算伊唔听，我嘛袂呢，阁互伊安尼继续落去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将伊引回正道。你一无想要我手？住手！你拢退下。师妹，我师兄，迄天你唔肯甲舍利子交出来，就注定你甲我是无共路的人。你过来是要创啥？师妹，舍利子乃是朝廷重要宝物，你若唔肯交出来，是搞引起两国战争，一定是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你来找我，是要劝我将舍利子交出来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师妹，当初你嘛捌受过战乱之苦，遐百姓根本就是生不如死。敢讲你要目睭金金，看这个代志发生一摆？点去！即摆书记已经毋是你以前的师妹，有你善意、什么坑世大道理，我拢无爱听。唔管你安怎讲，我拢袂改变心。师兄来了真拄好，我需要伊的血，啊毋过目前我的功力在伊之下，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呢？师妹，你听我苦劝好无？
紧将舍利子交予我，算我甲你拜托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摕到舍利子。你想，我敢会交予你？就算讲我愿意，将军伊嘛唔肯。好，为着天下苍生，我只好先将你擒拿，才阁用你去甲将军交换舍利子。既然你无带念咱师兄妹的情分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师妹，我根本就无想要伤害你，我只不过是想要爱舍利子到这困难。废话免讲。为着要达到魔法的第站，不管我用任何手段，一定要得到心海暗顿，来破解舍利子顶头的黑点。这敢毋是百劫经医？想袂到师兄竟然有这领宝贝，无情我要拍赢伊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师妹，放下刀刀，立地成佛，消除魔障，放弃贪嗔痴，才是正道。师兄，你讲了简单，我会变成今仔日安尼，拢嘛是为着你。为着我？当时，若毋是你先离开我，我嘛毋免过着孤单寂寞的日子。师妹，我知影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你嘛要体谅我的苦衷。当初我做迄个决定，嘛拢是为着你啊。哼，为着我，已经袂好。当初我嘛知影，你心肝内真爱我，啊，毋过想袂到，你为着要练搁较高深的武功，煞来离开我。哦，来，你头啉好，有没有？师兄，我来啊。师兄，哦，好佳哉。我一直想讲，你根本都无甲我藏在心肝内。我嘛感觉我陪你袂得过，所以才来离开你。本来我是想讲，我只要武功盖世，上惊赢着武状元，就会当赢着你的心。想袂到，一切的一切，拢是我家己想济。你不顾你妹，我为你咧烦恼，世界流浪去找你，食足侪苦，受足侪拖磨。你讲，你敢对得起我？为着要找你，我搬山过岭，搁拄着山贼，佳哉是将军出面来解救我，甚至好心收留我，搁送我去西岳朱子国修炼乌教魔法，互我以后莫搁互人欺负、受苦。迄个时阵，将军夫人过身无偌久，将军心情艰苦，但是伊对我真情意重，处处咧保护我。为着要报恩，
我才会嫁予伊。顺话，是我唔对，是我误你。啊，毋过，当时我得到你甲高宏达成亲的消息了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。想袂到，我日夜思念的你，竟然我袂食袂困，我只好出家做和尚。发好断情。这一切拢是命，要怪，都爱怪咱两个有缘无分。当时，咱若是把握，就袂行到今仔日这个地步。苏兄，假使若有机会，我会放弃一切。对你走，找一个无人熟悉咱的所在，过咱两个人的生活。你是讲，你愿意放弃荣华富贵的生活，甲我远走高飞？孙兄，咱这么多年的感情。你哪会相信我？我的心肝内，敢若孙兄你一个人。孙兄，你要相信我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咱的结局。真美吧？孙兄，你若爱我，在你身躯顶那领百夹金衣，烫落来予我，安尼，咱就会当永远斗阵啊！嗯？孙兄，你的发号是断情，其实我早就感觉，你根本无法度斩断对我的情谊，这就是你上大的弱点。娘娘讲过，欢喜做就要甘愿受，要有慈悲心，慈悲心，慈悲心。请问顺风公主，你要去倒位？我。免你管，拜托的，摕这物件要出去，佮叫我免管，无要紧，我甲讲吼，我只用我的目睭，我就知影你心内咧想啥。紧讲哦，紧讲哦，紧讲啊！免看，免看，免看。嗯，我偷偷甲你讲啊，其实吼，这是我亲身订的宝贝，我要送来给秀莲姑娘啦。你想看卖？伊伫将军府受遐尼济折磨，真无简单才转来，我一定要好好甲报一下。顺风诶，我甲你讲过几摆呀？你这种人哦，唔是我咧讹了你，你真正是枵到要笑受猪肝骨。我人秀莲才不看介你啦。以我的观察，秀莲爱的唔是你，是何天生。何天生是安怎？大家真有病的啦！伊人读册，嘿，我会晓武功啊！你袂记我伫办公室连翻18年，我手我这。娘娘讲过。苦海千尺路，情海万丈坡。求之不得是苦，求得了后，无一定会当离开苦，你知无？也毋过顺风，敢讲你唔知？
三皇子甲小龙女爱情的教训是。我知啦。啊，是讲吼，是讲千里公主啊，你头拄讲情海、千笑龙、苦海、万丈坡，你想的拢是月英。你搁敢讲？千里，即马娘娘为着夏丽做的代志，食袂好，困袂好，你拢伫咧想原因，你安尼敢对？无啦，点去！还佫有雪机，雪机一工无拄掉，所有人拢无好日子过，你敢知影？歹势，所以讲感情放一边，任务摆第一。好，别当去，别当去。夏丽子的功力这么高强，我即摆的功力已经达到上悬的境界，这拢是夏丽子的功力。从今以后，无人是我的对手。我头壳在这疼。哦，水兄，你精神啊？师妹，我来你这，这是倒位啊？我手车啦，是不是你？我的八剑经已来伫你的身躯顶。水兄，你免紧张，因为我需要夏丽子来增加我的功力。不过夏丽子顶头互人示范，所以我才会需要你的经验甲慧来破解。师妹伫遮，甲你说多谢。你水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伤害你。你休困者就无代志啊。我已经得到夏丽子的加持，本来我的功力只是达到乌魔法第112线，即摆我的功力增加几落倍，到第2破的境界。我若较拍拼，真紧就会当达到魔法上高层。到时
我就天下无敌。这拢是孙兄你的功劳。原来你一直拢咧利用我，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讲利用，伤歹听啦。咱是师兄妹，我对师兄一直有真深的感情啊。会安尼做，嘛是为着咱两个将来会当心相相对。你想看卖？有舍利子的加持，我的功力增加，无人是我的对手。到时天下就是咱的啊！师妹，我了解，你一直拢在骗我，为着要达到你的目的，你欺骗我的感情。利用我的善良，让我感觉你对我一片痴情。原来一切，就是干那要为着我的血，甲你穿在身躯顶的敬意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是安怎就唔肯相信我？对你，我真正是一片真情。只要你肯甲我斗相共，当我得到天下的时阵，咱就会当永远斗阵，会当名利双收。到时，咱就会当过着幸福、快乐的日子。阿弥陀佛！出家人连生死都已经看破，荣华富贵对我来讲更加无意义。师妹，师兄劝你千万唔通阁执迷不悟，阁一错再错。师妹。舍利子是一定要送去台北国，啊若无引起两国交战，时到一定会死死生产，血流成河。安尼你的罪孽搁较深重，你知？师兄劝你，千万唔通阁一错再错，即马回头还阁会负啊！好啊，莫阁讲，我无想要听。只怪我目睭白无金，甲即摆才真正看清你的做人。好，既然你的想法、甲做法，甲我完全无同，我阁讲落去嘛无意义啊。保重。师兄。讲诶！将军，袂用诶，互离开。将军，既然伊无想要跟咱合作，咱要得到的物件，嘛已经得到啊，报应一条心咯。师兄，你紧走。你便哪会会离开？你便哪会离开？你爱知影，舍利子是国之重宝，私吞偷窃，这拢是抄家灭门的大罪。即马已经知影舍利子伫咱遮，万一若是去互伊传出去，咱拢有杀身之祸啦！
将军，你放心，孙兄的个性我知影，伊绝对袂泄露出去。唔惊1万，只惊万一。卡苏伊若真正流泄出去，就后悔来不及。一定要安尼做，一定要安尼做。虽然你介意师兄妹一场，我知影你无法度通对伊心向手啊，但是对敌人人事，就是对家己残酷。咱一定都要心向手软，斩草除根，知无？敢讲，你敢有男女的事情？师妹，你是毋是要替我苦劝，改变心意啊？孙兄，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无法度回头，嘛无打算要回头。咱两个已经是无共路的人，因为你已经知影夏丽珠的秘密，所以将军下令要将你除掉。望眼想，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。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无法度回头，嘛无打算要回头。咱两个已经是无共路的人，因为你已经知影夏丽珠的秘密，所以将军下令要将你除掉。原来是安尼，你叫出来，毋是改变心意。原来你是要害我。我都死在你的手头，算讲无什么遗憾。要死之前，师兄送你4字：心无跨碍。希望师妹你能了解其中的含义。好啊，莫阁讲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无论你安怎讲，拢袂当改变我。师兄，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你，我毋过事到如今，我嘛逼不得已。死有轻于鸿毛，重如泰山。生死，我早就已经看破。阿弥陀佛，动手！国卡哪讲？咱是师兄妹，我真正无法度出手杀你。啊，毋过将军的命令，我嘛袂当违背。
所以我废掉你的武功甲法力，来保全你的性命。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一份情义。以后是生是死，都要看你家。你紧走。感谢你最后一份情义，这就表示讲，从今以后，咱稳断义绝，无到水无流。我真正心无挂碍。师兄，是的，我已经无法度回头，你莫怪我对你无情。希望你以后会当好好过日子，将我这个孙女完全放互袂记。一切，就是干那个一定，我的血，甲你穿的身躯顶的经衣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是安怎就唔肯相信我？对你，我真正是一片真情。只要你肯甲我斗相共。当我得到天下的时阵，咱就会当永远斗阵，会当邻里相守。到时，咱就会当过着幸福、快乐的日子。情啊，断情，欲断定然入空门，无看无碍求自在，起心动念含深缘，为情束缚又不如。出家人本来就应该略尽清净，为着师妹，我动了凡心，犯了世界。哪有师妹反背，佮拍到功力全失，今仔日会留着这个下场，一切拢是我家己找的，怪啥？枉费我修炼佛法，所以身犯戒。我还有什么面子活落去？不如自我了断。
来佛祖面头前忏悔。情情爱爱，生生死死，这拢是世间人上执着的代志。这个不过是烦恼随之，如魂变幻；转袂生活是菩提随之，魂消见远。但情师傅，你即马上重要，就是要潜心修佛，秉持邪念，把你心中的魔种消除。安尼才有法度较早修成正果。感谢林公主的开示。本来段情想讲，只要剃头出家，勤练佛法，就用度自己，嘛用度他人。想不到这侪年来，含一字情都看袂开。唉，本是无情无心人，为爱动念对苦海。心白心白，离难离，参不透来，悟不开，惭愧惭愧。出家容易，修行难；剃头容易，剃心难。段情师傅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就应该放下。尤其生死事代。无上信守，各宜性格，心不放逸。后摆你千万唔通有想要死的意念。是啦，听起来我这个出家修不如林公主的在家修，敢若简单3、2句话就来为我开破。可见修行无一定爱剃头出家，只要心存善念。随时替别人想，随时有帮助别人的意念，修行的大门都已经开了。阿弥陀佛。段情师傅，我相信以你即摆的智慧，一定会当参透情关。恁真正想要杀林灭口，恁的心肝敢会受用？皇大将军之命，你袂当留我靠。你凭什么来阮将军府，甲我讲道理，甲我讲条件？你也无称看卖，家己几娘大？金盘雨水重，花香自然袂采。喂，你想啥？无啊，我咧放空啦。哦，啊你咧？无啊，我咧放松。放松？哎呦，莫假啊啦！做遐尼久的兄弟啊吼，你嘴还袂开，我就看到你的脑前啊。你敢真正这么准？无你讲看卖啊，看卖我咧想啥？好啊。咱想的是同一件代志，拢伫咧想段情师傅，对无？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咱毋是相生啊！想的同款，心嘛是相同的呢。哇，顺哦，你足厉害呢！真正这几年来，我无白听你，小你有价值。哦，有影啦！若是安尼讲，人安尼有友好无？阿爹。加油哦！啊，你做主就好啊。甲阿爹聊聊。好，好，安尼会使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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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正经的啦。哎呦，哎，讲正经的啦。
人讲你世间上艰苦的，就是前一日来甲你创治。参照段情师傅出家，就是想要斩断情丝，脱离情关。也毋过这个断情，拄着这个血机出现，因为佫用情落啊，而且用到这么深，真正是凄惨落魄哦。唉，这叫做吼一经安一志，做好好的。所以讲，顺风诶，咱何是毋是爱斩断情丝，忍痛挂的，放弃我的原因，放弃你的手嘞？对，你看，段情师就是因为小情，佮感觉对雪姬有所亏欠，也毋过伊根本就毋知雪姬就无爱伊嘛。哎呀，伊的过程就敢若一面镜咧甲咱照啦。虽然讲无讲完全共款，也毋过结果是共款的，因为原因无爱你，秀莲嘛无爱我，所以妞妞讲过，咱的感情绝对袂当亲像小龙你共款，以免受苦。也搁有，段情师行过经历这条路，咱绝对袂当有意看样。无毋对，所以为即马起，咱来互相监督。我袂当想我的秀莲，你嘛袂当想你的原因。对，一样为对。是秀莲哦，你咪古笑味无买哦，你哦，你咧想哦，你看到你个就是你哦，讲快。哎呦，是烦恼的公园。假使讲，若无都摆脱情的救，敢若互恁家己搁较痛苦。妞，这我知啊啦。妞妞，阮拢听有啦。为即摆开始哦，阮会好好顾好阮的心，袂搁别受啊。妞妞，你是毋是搁咧烦恼啥哈？当初咱为着要救秀莲，甲佛陀舍利子交予雪姬。虽然我已经甲舍利子设限，但毋过雪姬不得手段。得到段情师傅的必劫金衣，也阁有身体。我惊伊假使若是心思不正，安尼是危害天下苍生。妞妞，我若是你哦，我早就甲你摇你选去收起来，较免哦，互伊歹人当我受，啊，足较痛苦，咱百姓咧受。毕竟人心难定。假使讲雪姬若还阁有善良，我就希望帮助伊行入正道，互伊稳恶扬善，这算对世间的百姓嘛是功德一件。妞妞，这雪姬要哪有善念啦？伊进前为着要娶舍利子，甲秀莲甲阿义使害甲遐尔啊凄惨，即摆连伊家己的师兄都无要放伊煞，这种人要叫伊悔改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对啦，妞妞，你毋通对人做，这种人哦邪魔已经掉底也无救啊。是啦，妞妞，就亲像你讲同款，雪姬即摆已经有8甲经医啊，伊若阁想到办法解除舍利子的设限，伊就得到加持啊，到时阵想要甲修复，就更加困难哦。对哦，妞妞啊，你一定要甲驾驶一下，你也无甲驾驶啊，当作世界上伊上厉害嘞，一直咧为非作歹，时间吼，天海苍生就受苦啊。林怀德，你无伫咧你的妈祖庙做你的好心，医你的病人，走来阮将军府，真正是难得。咱互相无牵爱，你是来这要创啥？雪姬夫人，我是替天下苍生来甲你请命，希望你秉持善良，慈悲为怀，莫阁做伤天害理、祸害世间安宁、危害百姓的代志，替天下苍生请命。哼，你
敢会想看会起你家己啊？你是有两步七啦，阁会晓医术，啊，毋过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凭啥物来阮将军府，甲我讲道理，甲我讲条件？你也无称看卖，家己几扭重？唉，真正是目睭皮无睭眼，唔知阮公主偌厉害。我看吼，无称看卖几扭重的人是你。陈丽，唔通乱讲，应该讲吼，咱早就称好啊，而且吼，食庆饭咧等你啦。说起我，人生在世，只求心安这两字。就准讲你用心计较，得到世间的一切，得袂到心安，这嘛是枉然。以人无争，则人安；以事无争，则事安；以世无争，则世安。我希望你会当放下一切。你已经摕到佛陀舍利子，应该受到佛陀的感化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你也好好啊把握。假使你若是发心行菩萨道，教化众生，互邪恶的人起慈悲心，互嫉妒的人起欢喜心，互贪念的人起布施心，做事恶业的人行十善法，这就是菩萨慈悲智慧的力量。你讲遐尔济是要创啥？你袂喙焦？哎，真正拢听无呢。公主，我看袂过，再互我来就好啦。啊，想要教死我？你若无想看卖，这是谁的地头？无爱命的人是你。哎哟，感谢哦！等你这句话等真久哦，无你这句话啊，阮煞无借口动手咧，收你！退啊！往南树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。无愧则心安，心安则撇下。你的程度是无法度伤害我。你还阁这袂服无？快！这个林怀德果然是青藏不露，想袂到我已经练到王魔法第2站破的境界。也毋是伊的对手，若阁继续安尼拼落去，对我真不利。我也是暂时忍耐，才袂破坏我的计划。公主，莫对人如啦，我看一个收起来，莫继续危害人间。是啦，伊这样弄到，绝对袂当放伊煞。我真正做唔对。我即摆才会当体会，林公主你讲，人话有理，天话有理。我一直认为，我的功力无人通比，我练功的目的，除了会当保护我家己。天下间所有的一切，我想要爱，拢会当，这拢是我的担念做事。若不是林公主，我无法度降落到我的厝。真正是做唔对啊！
你当你一句唔对，就当消除你所有罪孽，哈？无可能啦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作恶多端，阮要替天下的苍生教死你啦！动手！我知影我以前的做，罪不可赦。林公主，唔免你动手，我家己了断。雪见，离过这界不为天，放下刀刀就成佛。你若真是觉悟，我希望你心不离道，念念正直，将佛道的教法放在你的心内。可惜，我觉悟了伤慢。只要你知错，就要即时忏悔，有忏悔，才能清净。若是清净，就会当感受到佛道的精神。你若是真心悔悟，永远都袂歹。多谢林公主，你的开示。这款啊，那我都悔改啊，我悔改久就变变。雪见，假使你若想清楚，你就甲佛道舍利子摕来去马祖。林怀德，我即马无你的法，等我练到乌魔法，上古赞的赞，我一定头一个伫你的命。你要紧袂？我听到你受伤，马上随紧赶转来。将军放心，我无代志。想袂到这林怀德，竟然敢当门大户，入来我将军府拍伤人，根本就无甲看在眼内嘛。今日我甲林怀德交手，我发现伊的功力高深莫测。安尼你？将军，你唔免烦恼，你袂记啊？舍利子搁伫咱的手头，我会当利用舍利子好好修炼，真紧就会当复原。虽然即摆甲秀莲救回来啊，也毋过大将军因敢真正会放阮煞咧？搁安怎讲？舍利子是国宝，即摆落伫大将军的手头，假使即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一定会对大将军不利。以大将军迄种浓毒的个性，一定会甲知影即个代志的人全部杀人灭口。我敢是应该带秀莲甲阿凤两早离开遮咧？也毋过。若是离开遮，阮是个人去倒？阿爹，饭煮好啊，会当食饭啊。秀莲，你赶紧去学堂，接阿凤转来。为什么？阿凤还未下课啊？阿爹想要带恁离开遮。你是惊大将军会对咱不理性？是啊，小心无事本啊。阿爹真无简单，才甲你为将军府救出来。阿爹无希望恁两个搁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唔惊一万，
只惊万一，咱还是量早离开遮，吼。雪琪，你即马感觉？我对夏日柱顶头遇到的法令，伫我体内运功的这段时间，我已经会当完全自由运用。好，这是真的。将军若唔相信，我会当实践互你看。哦，一望无际，这么水的草坡。风雨交加，雷声大作。好，厉害厉害！雪琪，想袂到你的魔力已经达到这种境界。多谢将军安乐。安尼，哪有这么多雪琪？将军，你看，倒一个才是真正的雪琪咧。这，啊！恭喜恭喜，雪琪，你的魔力已经非比以往啊！想袂到你已经会当呼风唤雨，又搁会当随意变换，实在是令我钦佩啊！将军，这拢是本你的福气，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我若有你的帮忙，我就万事皆能啊。不过，我若想到何天生，哎呀，我就心神不宁啊，心烦气躁。哎，这个肉中刺一定要甲挽起来。无毋对，若是何天生知影伊阿爹的秘密，对咱真不利。啊，毋过除了伊以外，阁有一个人，咱必须要先除掉。你是讲林怀德？这个人看起来斯文斯武，啊，毋过来路不明，而且三番两次破坏咱的代志。伊阁会晓法术，绝对毋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应该要趁早来除掉。你讲了无毋对，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危险人物。前面大将军，有紧急代志禀报。入来。大将军，朝廷派来4代高手已经到。我知影。因来一定是要查夏日柱的下落，咱要小心应付。我知影要安怎做。大将军到。拜见将军，雪琪夫人。4位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大将军。美臣身负皇命，事态紧急，不敢耽误。将军，敢会当借一步讲话？因两个人，一位是我上界钦佩的人，一位是我的心腹。使者有话一讲。看使者这么谨慎，皇上交代立定，一定足重要。迄是当然，这件代志是机密，事关重大，绝对袂当互一寡无要紧的人惊到，甚至是漏写出去。即马伫遮内面的人拢是家己的人，你做你放心讲。请问将军，正前有3个一品侍卫，防止战啦，啊，毋过一直到即马拢还袂转去复命。请问将军，这3个人即马伫咧倒位？也是讲一定是咧将军遮拄着什么代志啊？使者，
这款代志是袂用的分算笑的。皇上的人，我哪会敢叮当？本将军从来唔捌看过这3位使者，无看见。无毋对，大越国已经对5条起义啊，即马国宝搁放弃，2个月邦交更加危险。拄仔使者讲的3位一品侍卫，无伫家己个路的已经中埋伏啊！书记夫人讲了真有道理，他拄仔是在下失言哦。其实阮即届过来有搁较重要的任务，请讲。皇上有旨，爱大将军伫5天以内，甲国宝找着，啊若无，就照国法处斩。大将军，唔知你是笑什么？哼！我高宏达出战山场数年，南征北讨，杀敌无数，什么款的场面我唔捌看过。今仔日皇上无带念当年我的汗马之劳，为着一粒区区的舍利子，就要甲我处斩。皇上啊，你是咧做囡仔耍？将军，你敢知影你即马讲的话，已经犯着大不敬之罪，会当互你直接人头落地。人头落地。本将军伫山场甲敌军咧争锋相对的时阵，老早就将生死等伫13天外，我无啥物通好惊的，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讲而已。高宏达，你莫想讲，敬你几分，你就无法无天，放得无人。美臣奉着皇上之命，就是代表皇上，无看生面，嘛爱看父面啊！你对咱遮尔无礼，搁目中无人，敢讲你唔惊阮心战后走？呸！心惨后走，哈哈哈哈哈！这都要看你有迄个本事无？你。雪姬啊，你愈来愈好创，你哪会用将使者甲变做2只狗仔囝？相叫阴谋要害将军，啥物人甲将军作对哦？我绝对袂饶伊。两位大人，大将军有请。啊，这么紧啊？无毋对，大人请，请。请问将军，因使者是毋是咧问看拄则恁另外2位同僚即马伫倒位？是，请将军明示。恁敢无看到头前这2只狗啊？就是因啊！将军夫人，你讲笑咯？我哪有咧讲耍笑啦？恁若唔相信，恁家己问啊！拄则这2位使者出言无礼，以下犯上，惹雪姬夫人受气，所以雪姬夫人将因2个变做狗仔囝。两位大人，假使你若是阁唔相信，袂晓伫遮都唔知道只狗啊！将军，伊讲的敢是真的？我的夫人既然是有这款通天的本事，就一定有法度通好找回国宝舍利子。所以恁2位当去禀报皇上，叫伊唔免为这寡代志来操心操烦。今日之内，我一定会找回国宝，完完全全送回大越国。这安怎？恁阁唔相信？无安尼啦，
我甲恁变做狗，甲因做伴，还是恁无爱做狗，我甲恁变做别项？唔免，阮相信就是啊。将军为民尽四方，一言九鼎，相信伫个期限之内，一定会甲国宝找到，送转去台湾国。那安尼，阮即马就马上转去禀报皇上咯。等下，是带上恁的同僚带走。哦，是。对了，雪姬夫人，这两只无，我是讲阮这两个同僚，什么时阵才会？放心啦，大家一到吼，恁若袂到有惊声，就变回人去。是，多谢夫人指点。将军，皇上吼，若安尼三不五时，就派使者甲高手来，安尼定定应付哦，真正足烦的呢。嗨！你放心啦，我已经买通皇妃甲宰相，将一切责任拢撒予兵部侍郎，以后无人有法度通过来找我的爱妻麻烦。哼，什么四大高手？雪姬夫人不过凊彩失一个我，都甲因变做狗仔来欺人。雪姬夫人，保证是来配合甲五体投地。齐王讲了无毋对，雪姬你的法术已经遮尔高超，实在使人钦佩。我咧想，这个世界上绝对无人通我甲你比拼。将军，你过奖啦！雪姬哦，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你啊！希望将军若成就大业的时阵，唔通甲雪姬放互袂记哩哦。我哪有可能将你放互袂记？雪姬啊，当我若霸业完成了后，你雪姬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叶咯。雪姬谢阮。启禀大将军，雪姬夫人唔但聪明美丽，而且武功法术赛过神仙。大将军有这位贤内助，相信唔免偌久的时间，天下都是大将军的天下。阿医生，虽然我无希望恁离开这，但每伊目前看起来嘛无法度啊。是讲会当慢几工才走无？我来替伊想办法。好，记得帮伊讲嘅。嗨，恁来。我怀疑胡天星就是经互灵王转世，因暗指示就是灵王出水的事实，所以我咧怀疑胡天星就是灵王转世。灵王转世，这狗奴才，下晡才要杀阿基山一家伙啊，真要过来杀我！你是来讲害你？快点！高手的犯规，同意犯规的引进，一命赌一命，你当用你的命来换伊的命。妈祖启示录，凡夫会互命运甲业力安排，也若圣人家己会安排运命，是要哪安排命运呢？必须要用信心、志愿以及智慧的力量，勇敢去除烦恼的恶念，即智慧生。离业力随转，一切都会当解脱自在。青春看无透，歌声烈酒烈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
红颜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甜浸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红颜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甜浸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